这点行前度，了解向新美村的村办公室，就有以下10位农民要求水利署加设天出水利梯的复耕方式。不过因为老农孩的体型体貌已经改变了，何顺却希望农民莫强求来复耕。如果可以整地，可以让他们复耕的话，当然是可以。如果说已经流失的部分，我们也请这些耕作的人放弃，因为已经现在变成既有的河道了嘛，已经不能再做了嘛。我们是真的是希望他们不要再下去耕作了啦。新为新兴新寮溪流归乡的3个客家庄，目前有将近80的居民係向河川區來伸出水利梯來工作。假使無天可以耕，村民路體時下禮拜生活會出問題。工作嗰人嘅天橋嘅人嚟啊，不要個太水打槍嘅，因為啊，我哋一般每日嘅嚟啊，佢好多河幫叫進來，冇人查來幫人哋建作，人哋能種的東西，冇幫人哋做乜嘅咯，幫人睇下邊個掉嚟10萬元就係。河川治理線政府講會做，都大家做到來，一本農民咧清楚嘅地方啊，第尾天橋過一過，大一大，農田水利管管部分也無法度解決。因為更加水利法同河川管理法的規定，河川當局嘅查冊唔可以清楚去統一，也老農係成條被種喺啲薄片，相關單位馬上進行重建，反而以後太水如果來嘢，重新種嘅農作物同開建過嘅農地，馬會幫太水打走。農民想去復耕嘅願望，可能冇咁簡單都可以達得到。下屆新聞真分子共同報導。